邀请高雄市在地的高中生啊，高中生是咱的未来，咱邀请高中生哦，世界的这个高中生来甲咱分享少年囡仔对这个社会的看法，对这个社会的失望，但是嘛对这个社会的期待。咱多谢，咱邀请来欢迎这个严同学哈，站着，来，多谢各位同学。 今仔日是我第2摆用台语唱歌，用台语来讲出咱少年人的心声，加油！来讲出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，以及对未来的期待。我想要问大家3个问题：第一，咱敢有认识到咱就是家己的主人？ 第二，咱敢有认识到，咱就是台湾的主人？第三，咱敢有认识到，咱的未来，台湾的命运，到后一代将来，是掌握伫咱家己的手头内底。咱一定要决策，因为只有咱决策。 咱才会意识到，咱的生活根本无必要是即马遐尼痛苦。咱才阁是中国的糟糕，咱的未来嘛毋是放伫马英九甲国民党的手里。咱才有机会改变即马的状况。咱绝对有这个责任，绝对有这个义务。上重要是，咱阁有这个能力。 去守护这片祖先留予阮的土地，所以任何危害到伊主权的完整，任何侵犯到伊人民、经济、权利，或者是民主等等，咱拢来拼命来守护掉，对不对？这嘛是我今仔日徛伫遮的原因。咱拢知影，最近。 社会上发生足侪令人悲伤甲愤怒的代志。上早是大埔张药房的头家，因为这个阿爸的政府讲拆人厝的拆人厝，乌白拆人的厝，伊自杀啦。到这个妈妈，因为伊欠无着3亿那5万几块的学费，伊嘛自杀啦。 还有前几天伫报纸上有一个老新司机，伊嘛自杀。我会记得，伊伫个遗书内底写讲，经济是遐尼啊歹，你做做官的，还有时间伫遐内斗，根本就趁无着钱。每时间拢是上早出门，上晚下班的，还搁来四界工借钱，是安怎？ 谁人要让这善良的老百姓用自杀来结束家己的生命？谁人来让这善良的老百姓用自杀来抗议这个阿爸的国民党政府？咱拢知影，这不只是自杀而已，这是谋杀，这是国民党执政5年的谋杀，对不对？ 说落来，我唔知影，咱讲3年，我唔知影讲偌济人会自杀。我相信，还讲有足济人要写伫报纸上。我知影，因的生活嘛无好过，因的三顿嘛唔知去佗找。我希望因会当听到我伫遮的声音。我要甲伊讲，真歹势。 真歹势，害恁受遐尼久，咱少年人一定来决策，已经会甲伊讨动转来，一定会互这阿爸政府交代，对不对？说落来，咱拢知影，父母的签订，这牵涉到咱台湾几千个中小企业。咱拢知影，中小企
也是台湾经济命脉，会互中国恶少的竞争，会互中国恶少的竞争打败。因为中国会用愈俗的劳工来甲咱竞争，中国的资金嘛会入来。到时阵，咱的房地产会阁起。我请问，有倒一个少年仔爬起的？我拢知影，中国唔只是爱伫经济上统一尔，伊阁要受伫政治上统一。是安怎？咱拢知，马英九伊唔知吗？伊绝对知，这就是伊的目的。上含的是，刷落来，国民党的立委阁想要伫立法院推动移民政策的修法，将原本中国配偶6年才会当申请身份证的期限调至4年，够可能降至2年尔。你讲马英九可不可？可。伊是不是精神？今仔日我徛伫遮，唔只是甲大家批判抗议干掉这政府尔，咱阁爱想，咱阁会当做啥物货？这是上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我想，小项的会当从阮内心的自我反省开始。大项的会当将咱少年人带头一起来抗议这个马政府，好不好？咱绝对唔通阁有认为政治是种垃圾的心态，然后唔去参与政治、关心政治，因为你常常若感觉政治是种垃圾的，然后唔去关心伊，你就会互垃圾的政治做决定。所以，咱来开始参与政治、关心政治，将咱的主导权摕好转来。在生活当中，咱来常常去看政治评论的文章，咱来常常甲身边的人说明家己的理念，咱来鼓励大家来参加公共事务。除了行街头外，即马伫网络上，咱会当甲政府不公不义的代志翕落来，抛上网，对不对？我大概知影，咱爱用咱家己开始监督这个台人的政府。最后，我是一个高中生，但是我是一个关心台湾社会的高中生。我会一直徛伫遮，甲大家做伙发声，画出台湾的未来，画出台湾社会公义的将来。感谢大家。马英九，我看马英九，你看，落台，马英九，感谢大家。多谢啦吼，咱非常感谢，非常多谢咱严信同学啦吼，伊高中生了，如果咱台湾的高中生。如果咱台湾的少年囡仔拢像这款的，咱台湾绝对有救，绝对有未来。我大家报告，其实台湾的少年囡仔爱徛来第一线，你知影啥呐？唔是讲因年纪较轻，因的体力较有够，拢唔是，是台湾社会经济崩盘，主权的流失，接下来爱承受的是啥物人？是因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绝对呢爱甲高中生来甲伊支持，少年囡仔爱甲伊支持，甲因鼓励，
鼓励因来参与公共事务，鼓励因来参与政治，互因会使徛在第一线。咱再次热烈的掌声来多谢